真係唔講唔知，一講真係嚇親你。你試下諗下，喺短短嗰4個月入面，我哋平時行開行埋飲開茶嗰啲大酒樓，竟然一間接一間咁倒閉，足足冧咗14間咁多。你可能會話，係咪因為租貴啊？係咪因為業主唔肯減租啊？但我話你聽，而家個市道慘到連業主話免租俾你做，好多老細都耍手兼擰頭，寧願賠錢離場都唔肯再撐落去。呢個絕對唔係嚇你，係真真實實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事。到底呢啲曾經日日夜夜都咁旺場，充滿住我哋幾代人回憶嘅傳統大酒樓，發生咗咩事？點解連免租呢張最後嘅王牌都救唔返佢哋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針見血，踢爆呢啲傳統茶樓喺而家呢個大時代下面，嗰3個足以致命嘅死穴，睇下呢個行業係咪真係已經行到去夕陽嘅盡頭。講到呢14間酒樓，真係令人唏噓。喺呢短短嘅4個月入面，由新界到九龍，再到香港島，每一區幾乎都有老牌酒樓或者大型連鎖酒樓集團宣布止蝕離場。你試下想象下，以前我哋去飲茶係要排隊攞飛，甚至要同人搭台，嗰種熱鬧嘅氣氛，好似永遠都唔會停咁。但係你睇下而家，去到啲酒樓，冷冷清清，連啲伙計嘅人數都多過客。好多人話香港而家個消費模式變晒，個個星期六日都北上深圳消費，甚至係去咗日本、去咗台灣。呢個係事實，但唔係全部。我哋先嚟睇下第一個致命死穴，就係我哋講咗好多年，但而家終於爆發嘅人手同傳承斷層。你知唔知要做一間傳統茶樓，最重要嘅唔係裝修，而係嗰個廚房。以前我哋講點心師傅，係要由學徒做起，洗碗、切菜、包燒賣、接蝦餃，每一步都係功夫。但係你睇下而家，如果你係一個20幾歲嘅後生仔，你會唔會想入去嗰個熱辣辣又濕又悶嘅廚房，每日凌晨3、4點起身，淨係為咗整嗰一粒蝦餃？答案係肯定嘅，就係唔會。而家嘅酒樓廚房，平均年齡可能已經去到50幾，甚至60歲。呢班老師傅做咗幾十年，身體一係就5勞7傷，一係就想退休享清福。當呢班人退落嚟嘅時候，根本冇後生仔肯接手。結果係點？結果就係酒樓不得不依賴工廠化嘅預製點心。你以為你喺酒樓食緊嗰籠熱辣辣嘅蝦餃係師傅喺後面現包現蒸？好多時其實係由一啲大型工廠批量生產，冷凍之後運到酒樓，酒樓個師傅只係負責喺後面幫你反熱佢。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既然你啲點心係工廠貨，同我喺超市買返屋企用微波爐或者蒸爐整熱嘅有咩分別？甚至我喺深水埗或者元朗啲街邊小店，佢哋雖然細間，但人哋可能真係即叫即做，新鮮感同口味完全贏你幾條街。當一間大酒樓失去咗手工藝呢份靈魂，佢就只係一個賣空間嘅地方。而家香港人對食係好挑剔㗎，你俾啲凍冰冰、皮厚過肉、蝦仁霉晒嘅點心我食，仲要收我幾十蚊一籠，仲要收埋加一服務費，仲要收埋茶位費，你話啲客會唔會反轉頭？講完人手，我哋就要講第二個死穴。呢個死穴就係高昂嘅營運成本與僵化嘅管理。你可能話，開頭唔係話免租都死咩？係，因為租金雖然係大數，但酒樓嘅其他開支簡直係天文數字。一間幾萬尺嘅大酒樓，你一開門，嗰啲冷氣費、電費、水費已經係幾萬蚊一日。你仲要請咁多個伙計，就算佢哋係最低工資，嗰種人頭費都夠你受。再加上而家啲後生仔唔肯入行，你請個洗碗阿姐，分分鐘要開到萬幾2萬蚊先請到人。以前酒樓可以靠晚市嚟補貼早市或者茶市，飲茶其實係賺得好少，主要係靠夜晚嗰啲擺酒、公司聚餐、婚宴嚟賺錢。但係你睇下而家2024年、2025年，甚至預計到2026年，香港人嘅結婚模式變晒。以前一定要喺酒樓擺50圍、60圍，要有氣派，要有乳豬全體。
而家啲後生仔講求簡約，一係就去海外婚禮，一係就去酒店搞個小型派對，甚至有啲淨係註冊就算。呢種婚宴文化嘅消失，對於大酒樓嚟講係致命傷。你嗰幾萬尺嘅地方，夜晚無人擺酒，得嗰3、4台客食飯，你開嗰啲冷氣費都蝕埋啦。而且傳統酒樓嘅管理真係好僵化。你試下入去嗰啲舊式酒樓，啲經理仲係用緊20-30年前嗰種服務態度。你叫佢加水，佢當你透明；你想嗌單，佢當你無到。佢哋覺得自己係大鋪頭，唔憂做。但係而家係服務為王嘅年代，人哋北上深圳食飯，人哋係乜嘢服務？人哋係遞紙巾，幫你燒肉，甚至係表演拉麵、唱生日歌。雖然你可以話呢啲係花神，但至少人哋令個客覺得我係被重視嘅。香港呢啲大酒樓，服務員態度差，環境又舊又殘，連個廁所都污糟過人，你叫人點樣有動力去消費？而家我哋嚟講最核心、最痛嗰個第3個死穴，就係消費力嘅結構性流失。呢個唔係一時3刻嘅感冒，而係一場慢性疾病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主力消費嗰班中產階級，佢哋去咗邊？一係就移民走咗，一係就每個星期去晒深圳。以前我哋會帶埋屋企老人家去酒樓飲茶，係一種社交，係一種倫理。但係而家呢？老人家可能都唔想喺香港食，因為佢哋發現喺深圳飲茶50蚊人民幣可以食到飽，而且啲點心仲要大粒過你，靚過你，服務好過你。你試下諗下，一個家庭4口子喺香港酒樓飲茶，求其嗌幾籠點心，埋單都要500-600蚊。如果係去深圳，同樣嘅價錢，佢哋可以包埋來回車費，仲可以喺嗰度行埋商場，睇埋戲，甚至做埋按摩。對於好多香港家庭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數學題。當呢種北上消費變成一種習慣，甚至係一種生活模式嘅時候，香港呢啲傳統大酒樓就變咗係多餘嘅存在。你可能會問，唔通就咁坐以待斃？有啲老細試過轉型，例如將大酒樓拆細，變成一啲精品點心店，或者係加強外賣服務。但係轉型係要錢㗎，你要重新裝修、重新請人、重新做市場推廣。好多酒樓老闆都已經係60-70歲，佢哋仲有冇呢份衝勁？佢哋寧願趁而家仲有一筆錢喺手，快快手手關咗門佢，好過將成副身家填落去呢個無底深潭。我記得我前排去過一間快要執笠嘅酒樓，嗰度嘅一個老師傅同我講，佢話以前我哋做點心係講求心意，而家啲老闆只係講求成本。如果個老闆都唔尊重自己間鋪頭嘅嘢食，啲客點會尊重你？呢句話真係入木三分。好多酒樓喺面臨危機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唔係諗點樣整好啲嘢食，而係諗點樣用啲更平嘅食材，減人手，收多啲附加費。呢種割韭菜嘅心態，只會加速啲客嘅流失。講真，呢4個月冧14間酒樓，只係一個序幕。如果呢啲傳統行業仲唔肯面對現實，仲係覺得自己可以靠老字號3個字食成世，咁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未來會有更多間倒閉。免租只係幫你延緩死亡，而唔係救命靈藥。因為如果你個商業模式已經脫離咗個時代，如果你嘅產品已經冇咗競爭力，就算個場地係免費俾你，你都要俾人工、俾水電、俾食材錢。當你嘅收入連呢啲基本開支都覆蓋唔到嘅時候，你每開多一日門，就係蝕多一日錢。大家試下回憶下，你上次喺香港飲茶係幾時？嗰次嘅體驗係點？係覺得物有所值，定係覺得貼錢買難受？其實香港人好簡單，我哋想食到一粒有蝦味嘅蝦餃，一籠熱騰騰嘅叉燒包，同埋一份基本嘅尊重。如果連呢啲基本嘢都做唔到，咁傳統酒樓嘅消失雖然令人痛心，但可能亦都係市場優勝劣汰嘅必然結果。所以話呢14間酒樓嘅倒閉係一個好大嘅警號。佢話俾我哋聽，
香港嘅飲食業已經到咗一個不破不立嘅關頭。如果我哋仲係沉溺喺以前嗰種大石砸死蟹嘅營運方式，覺得只要有位就有人嚟，咁呢個夕陽產業嘅標籤就真係拆唔落嚟。未來嘅路點走？係要揾返嗰份對食物嘅初心，定係徹底被預製菜同埋工廠點心取代？我哋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。不過話分兩頭，其實呢種情況對一啲真正有心做得好嘅小店嚟講，反而係一個機會。當大酒樓呢啲恐龍因為適應唔到環境而滅絕嘅時候，一啲靈活講究品質嘅哺乳類小店可能會喺縫隙入面生存得更好。雖然佢哋無幾萬尺嘅大場地無感氣派，但佢哋有嘅係人情味，係嗰份堅持親手製作嘅匠心。可能將來我哋想飲茶，唔係再去嗰啲幾萬尺嘅酒樓，而係去一啲精緻嘅點心坊，去揾返嗰陣久違咗嘅茶香味。總括而言，呢場酒樓倒閉潮絕對唔係偶然，佢係人手短缺、成本高企、管理僵化，再加上外部消費環境劇變共同造成嘅結果。免遭到死路一條，係因為病根已經深入骨髓。如果你身邊仲有一間你覺得好食、服務又好嘅傳統酒樓，請你好好珍惜，因為喺呢個年代能夠堅持落去嘅，真係每一間都係奇蹟。呢個世界係公平嘅，你付出幾多心血，個客係會感受得到。當你連個心都唔喺度嘅時候，咁個市場自然會用腳去投票。呢14間酒樓嘅名單入面，有啲係我哋由細食到大嘅，有啲係見證過香港經濟輝煌時期嘅。睇住佢哋一間一間咁拆咗個招牌，心入面真係唔好受。但時代嘅巨輪永遠都係向前轉，唔會因為任何一人嘅懷舊而停低。我哋可以做嘅，可能就係喺佢哋消失之前，去多2次，飲多2杯茶，同嗰啲老伙計傾多2句，留住嗰份屬於香港嘅最後味道。講到底，呢個死穴其實一直都喺度，只係以前市道好，大家掩蓋咗啲問題。而家潮水退咗，大家先知邊個無着褲。傳統酒樓要生存，就必須要有一場大手術，由內到外徹底改革。如果唔係，今日係14間，聽日可能就係40間。我哋唔希望見到香港嘅飲茶文化消失，但我哋更唔希望見到呢種文化墮落成一種低質素、高收費嘅消費陷阱。你哋又有冇邊間心水嘅酒樓，係你覺得就算市道幾差都要支持㗎？又或者你有冇去過邊間酒樓，係你覺得佢執笠係理所當然嘅？其實每個香港人心中都有一張酒樓嘅名單，呢張名單記錄咗我哋嘅成長，亦都見證咗呢個城市嘅變遷。希望喺未來，我哋仲可以喺街頭巷尾聞到嗰陣淡淡嘅普洱茶香，見到嗰籠冒住熱氣嘅點心，感受到嗰份屬於香港人嘅獨一無二嘅飲茶情懷。